是边长，就是卡。然后后面连续了。对，这个小臂。啊，剪辑帮忙看一下吧。这还不换一个吗？我这卡挡到它单着了。OK， 赶紧，加油！有啊。不是有调色，有调色，对，调色和渲染啊。准备几点改好？行，要改那个纸哦，那个渲染直接我们揉一下。走啊，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凡人修仙传的视效总监孙玲玲。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他是保证各位道友每周能够准时准点看到节目的第一责任人。但面对镜头，他是这样的。那这一趴 OK 了吗？而面对催更，他有很多话想说。自从转为年番的制作之后，其实我们每周基本上都是胶片日，主力团队基本上都在做后面2集的内容，但是最急的肯定是这周要播放的内容。说实话，年番的压力肯定是要比季番大很多的。季番我们可以把它做完之后再上线嘛，但是年番基本上就是1周的时间。我们有很多其实效果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在这个时间下，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把它完善的最好。是啊，年番的制作压力已经快把我们制作组的各位老师们都练成尸魁了。他为什么有300多个群组啊？每天2点时间的时候呢。除了加班以外，每次更新还有很多的惊险时刻。其实惊险的场景挺多的，比如说第一次是金谷园大战那一场的难点就是人特别多，然后我们当时想了很多优化方法，然后最后也是机器非常的卡，然后才勉勉强强把它炫出来。还有就是天星城漫游的那一段，光场景就有11亿面数之多，再加上每个场景有大概200个 NPC。我们当时想把这个渲染尺寸做得更大一点，烧了2个显卡，然后后来我们又买了几个 RTX 8000，才勉勉强强把这场给它渲出来。当时我记得在渲染的时候，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有人在，然后只要哪里一出了问题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反馈啊干嘛的，就是直接就是上去改，大家就是改完之后渲，然后勉勉强强在早上凌晨3点钟左右，我们才把最后2颗镜头给交掉。这个应该是最险的一次了。这次拍摄过程中，我们也经历了一次惊险时刻的诞生。你们多看着呢。现在不是有景深呀。现在不是你这个的问题，这个是之前的版本啊。现在是那个另一条镜头，那个360哪一个？41、301，所有东西都不对。对，他现在还学，主要是。还比较。哎呀，我看你上一版。没上一版的。优先这个，优先。这我在能看。现在还有景深吗？没景深。这个海王章高景深丢了，这种设置的景深也没有。是吧2个反正都在渲染解决了，都是特别难搞的镜头。12点半之前行吗？行吗？不是，这个次要的，主要是你的这个手对。
我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。看一下，可以啊可以快点审核了。可以，它不抖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了。对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 OK。哎，那背景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？背景叠呀。叠啊。啊，合一下吧。对，背景还没合一下。可以。OK。背景再合一下就好了。OK。越到胶片的时候，出现问题的几率就越多，就乱七八糟的问题就越多，就很奇怪。我已经热了。在那个机器它上面开是好的，所以它最终呢是好的。啊，所以它就拍一下就好了。OK， 交。OK， 交。好的照片。没错，等在里边选择了。通过制作组各位老师们的群策群力，所有的 bug 终于被解决了。OK， 这一集，经过这个艰苦的奋斗，我们这一集终于做完了，感谢大家能够看到现在。这样发自内心的笑容，正是制作组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欣慰。我们看到的每一集背后，都是他们对于《凡人修仙传》的热爱和对道友们支持的感谢。经历一天的短暂休整，他们将继续投入到下一集的制作当中，带着无限的热情与期待，继续为观众们奉献更好的作品。我们的团队里其实有很多同事都是凡人的老书粉，有时候为了一个镜头的光影，脸上的情绪变化，我们可能一个镜头都要得改很多遍，这样虽然很累，但是等上线的那一刻，大家都觉得是值得的。感谢道友们对《凡人修仙传》的支持。你们点赞、投币、追番，比练尸魁更加的有用。我们肯定会竭尽全力为大家奉献出更好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。